等下病毒疫情的炭烧哦，台中有一个9个月大的查甫阿婴仔，1个月初一直困，佮会抽筋，有当时啊目睭灵佮会掉掉。医师诊断是等下病毒并发脑炎，带伊治疗了已经较好了。医师嘛表示讲，4月到9月是等下病毒的高峰期。目前哦，全台湾确诊的人数嘛已经超过1万人，是去年同期的25倍哦，所以提醒家长就要特别注意。王小弟才拄满9个月，看起来活泼佮古锥。不过爸爸妈妈伫这个月初发现，王小弟出现发烧，然后才有目睭掉掉，甚至短暂丧失意识，还佮有身体会抽的状况。今日只有伊才发现感染到肠仔病毒。特别是手脚的抽搐，那抽1、2次不以为意，但是后来越抽越频繁，所以觉得不太对劲。医师诊断发现，王小弟已经进展到病程当中的第2期，显示病毒已经影响到神经系统，而且已经有脑炎的并发症。今日带伊以免疫球蛋白来治疗，避免病况继续恶化。医师表示，顶礼拜全台湾肠仔病毒的确诊案例。已经有12000外件，甲去年同期疫情发生的同时471件相比，加总到25倍。而2个月到6月这个年龄层是高风险族群。就是看他们有没有这些重症的前兆，所谓的肌抽药啊、持续呕吐、持续昏睡，或是心跳快的状况。观察到这些状况，其实也不用想说我是否应该要再多观察一下子。医师表示，今年疫情解封之下，防疫措施相对有较松，嘛有肠仔病毒伫5月就进到高峰期。虽然大部分拢属于轻症，不过参就是70以上的重症患者，致死率可能高达2成。提醒家长除了接种疫苗，若是有重症的征兆，必须要紧日来送医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行政院副院长